人一生總會經歷憂愁、困惑同埋孤單，有時我哋渴望有人能夠真正明白我哋嘅內心，聆聽我哋嘅心聲。但喺現實當中，即使係最親近嘅人，亦都未必能夠完全理解我哋嘅感受。聖經話：你們要將一切嘅憂慮卸給神，因為他顧念你們。呢位創造天地萬物嘅神，竟願意親自聆聽你嘅心聲，佢理解你，更願意安慰你。佢唔係遙不可及嘅神，而係願意同我哋建立親密關係嘅天父。耶穌嚟到呢個世界，為嘅係要尋找同埋拯救失喪嘅人。佢知道你嘅軟弱，你嘅傷痛，並且願意為你擔當。佢邀請你嚟到佢嘅面前，向佢盡訴心中情，無需隱藏，無需懼怕。佢完全明白，並且從不厭棄。但願你打開心門，接受耶穌基督做你嘅救主。